第时代开辟语言方言史的这个栏目呢，有一些方面也需要做一些说明。第一个，我今天会经常讲到古音的考证问题。那么，古音是哪里来的呢？我是以国际来的到国受公认的音学家王烈、李咏、高本虎、郑查房等等人透过根据言为依据。这个当中，我今天也会涉及到有三古音和中古音。这三古音呢，一般都是指寻虎及其日期，这辰光的语音状况。中古音呢，是以隋唐时期为代表。第二点，我的今后也碰到一些的诗书和学，它有一个用诗原则，还是按照中国有规定的。第一条呢，我是要力求要用本来这个诗，它是以广义韵、谐韵以及一些经典的古节作为依据。比如讲我第你到这个五字我来的第二个呢，要讲究它的合理性同一定素质，估计到它的讲了学符合所表达的内容的。还有一个方面呢，到国家了学，到国家公认之类就可以了。比如讲我现在讲到的第一个资格了，那地位的等或者俩了，个资格到底应该哪里学？就是个牛音。这比如说有个我的呀，你经常讲个意思，个意思很多的，但是哪里学呢？我就约定俗成，就这个用这两个字来表达。第三个呢，是和某个重要情况呢，用动音词来代替。这个动音词以吴语及其它个这个各个方面的方言，透过个实地作为蓝本。比如讲了，我弄个鸟，窝了一块的屋字啊，窝了一块个窝字，个窝鸟个窝字哪里学，对吧？我用了动音词啊，有蛙个有，窝的一个窝。还有说话吧的说话啊，还是根据上海方言、苏州方言透过来家学的，我就按照这个家学。即使是可是没有这种的动音词的，实在想不到的。那么我只好用一个方法来表达。那个，你比如讲多太我个多字来的学，那个快学，我不晓得各种我能不能学，就是啊，我感觉到呢，这种呢快学的，我是弄一个方法多。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到国家家了走访。第三个的这个方面的说明的呢，就是词调和修曲。我学习一定要修出具有厉害特色的，就是现代华语史地当中，我在地老的都没写了，我让他甚至有写了，但他的意义却不懂的。你比如讲云南风俗，普通话当中一般的情况之下，它是描述天气的。我的野话，它的意思就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无影无踪的意思。第二点要说明的呢，我采写这些的思维啊，以故意为主要采写的，适当的兼顾其他的地方。所以有个地方，有个辰光我讲这个是故意为代表的，其他地方可能有不同。比如讲，我就讲斗地木行啊，还有讲斗地木给，还有讲斗地木用的。这呢，各个地方有不同的。再一个呢，是我今后的板块那里想从两个角度来考虑。一个呢是我讲，稍微讲一点，主要是讲是词、俗语、言语和歇语。还有一个板块呢是字幕记述，让我写的特色词汇记述出来，就是我首先要写到过做一个说明的一点。
然后这本书的室外部分开始，经常呢我讲一个自己学，我的讲话当中经常也举一个自己学是在哪里是表示这个寓意啊，那个我这样子分子都这个我产生分子的各种哦出来，如果那个我听他帮一个忙他自己话没讲，其实我还帮的在那不成。这现在妇女时代当中有一个自己破赛，那么自己学下各种词语没有，它又表示叫分散，又杂去不有，我这样子呢杀戮而没掉子。比如讲这个立分书当中，王逸才有篇文章叫《庐陵广定赋》，当中有讲到一句话：铁力凌杰，智力丰富。这里的一个智力就是分散的意思。庄子《列圣世家》当中有讲一句：夫智力之隐藏，有富于牙之身，终之体力。它就是杂去不有的意思。古代有一个叫亚勇，他那个法语当中讲到这一句：天之假日而圣人发之，和五经之智力。透过这当中呢，这是智力这个样子，而这个智力这个样子，我现在过去当中基本没有。那么我的讲哦，实际上这个智力话，实际上就是用了这意思，一点也不太大。是吧？我保证上这个古代的特色，它个含义，用的我跟那里是一直以来过来的。今朝我先来讲个一个歇后语，网络的要求都抬头吧，你要狗熊吧？你是肯没要狗熊，你肯定几个要求，是吧？这要求你注意他个动作，给你的一个一抬一把，我的讲话叫抬扫同把扫，一抬和一把个当中，就会产生一个主题。会有一个错句出来，那么我一个
日常活当中就会从搿点上头，非常营养的个动作来发现一些人品啊，或者是这个事体啊，或者是这个成绩啊，他个错不好，就太棒。这里错出来的就是太棒，对吧？这个成绩不好，这个成绩太棒了，对吧？这种错是比较多呢，那些叫都太棒，也叫都太棒。所以我给老主席过就非常营养讲网络的要求都太棒。当一个这的，我可以看出，日本人的幽默啊，也机智。那么这一个词语，令我日常活当中经常用到，我经常我也讲到了，就是确实于我的劳动过程当中，我有很多个词语都是这样，今天我还会不断的讲到了。我日本人很重视礼仪，特别是的结婚的当中，每一个步骤都要走，特别是重视这个送礼者。有许多文章当中看到，我有些热爱这方面学的人学到一些的东西，他学这个三个字当中抽了两个，那个送礼者学成那个送人的热。这一只样子，两只样子的这，这个呢，它不是不晓得古音造成的。其实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个热的一个意思。那个我日常当中，这些有两种读音的，一种叫须弥音，一种叫毗陵语。那个须弥语呢，是参考这些词进来的，比如讲日本、日记、日来我。那么毗陵语实际上又叫白读音。那个讲话过程当中有个热台啊、热脚啊、生日啊、热望啊，这些都是。那么我经常讲那些是当的是毗陵语方面的啊。根据往例，通过这些的语言学个考证，通过语言，在古代上古的辰光，而且是选古的辰光，第一个是修读热。
一点也不太高。国际音标它是标志很清爽，同我家的字完全是一样的。那么关于这个字词，这个字词呢是两个读音的，一个作为是名词的辰光，表示的是字形，它是读重音，比如讲自若、机智是呱呱啊，自和、自身，这个是名词，它个辰光读字。还有一个读音呢，就是名词后字，名词的实字，读就同这个一只两只个字啊，六只个字一样的。我是想用这个当中这个作为一个名词实字的辰光，说明这个字你就是这个字，同字一个意思，对吧？它两个读音。继续讲古字音的生理，今朝讲个刺，你就讲个草啊，这个草到底得刺出来。我暂时你落下这几个筷子，你自家得刺出来，那个刺。当然我讲些有，那么那个裤子脱了，叫刺裤子。那么从每些个有基础的，让它分解开来拔出来，有辰光这个些叫刺。像这种情况呢，我给是我个作用是。这个字呢，它照样是古音。那个玉片当中就讲到了这个词，就是气出来。光韵当中，它就讲了这个字呢，出字去了。冷虚表这本书当中讲到，至今就是王羲之。7、8岁的辰光就开始学书，至今7、8岁学书，羲之灭，终黑，此其必不得。这个王至今这个7、8岁的辰光就学书法了。那么王羲之呢，偷偷摸摸个是摆地，他上这个小池塘，他偷偷摸摸个是摆地，刺他个笔，他不得，做着马筋的。说明个辰光他是很认真的、很有劲的到学。那个古人呢是以忙对定来教词。但我讲写的闲话，我的闲话当然各个方面、各个方位那个中间抽出来那个杂大用词都可以的。那么像这个测试呢，这个古代这个光韵当中，就讲到了，第一个是它有一个读音叫差力气。拼出来之后，写到我家的一个词是也，所以它这个是我是保留着古音，我经常用到的，就用这个字么词。
再讲一个歇后语，这个歇后语呢，使用的方法不是很广，叫蚯蚓个太没两毛。我个比找另个比，有个人的名字他叫蚯蚓哦，他呢是个没故意，到是黑几个人讲个太啊，一点数啊，没了。蚯蚓我个太没两毛，和没数是没两毛。那么这个两毛。其实就是到底心里头到底有没有数，心里头有记得有数的，判断正确了叫两毛。那么一般用在这个非定句当中呢是没两毛，常常是用在这个辰光。光是一个两毛的辰光呢，用个辰光，这个人真没两毛的，那个还好跟俺是脱开哈气开的，那个这种生死之流啊，对吧？这些的东西呢，我那个歇后语当中啊，可是。这个非常引讲，经常我再讲一个漏财子的漏字。我的理学当中呢有2个音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牛一牛，在那里弄通着的牛，对吧？过音啥过音就是到牛，没错。他个意思就是那个谁来外个车，都从来估计牛吧。我保留这个啥过音，这个是用的比较多。那么个楼家菜个楼字呢，也是在我这个原来个啥播音的基础上呢，语音当中呢有些这个注物注笔叫音注，我楼菜子楼家菜都是要查是吧？都是要描是吧？这种了，当然个楼家菜又是从这个楼手的角度，他讲我点不行，比较营养化讲到是。楼家菜，你专门楼家菜是吧？就是保留这个我古代的语音，这个是。今朝继续讲一个歇后语，也是出生在我离亚地方上的一个人叫刀沙包，分化到搿面个辰光，走生产在啥？大家晓得了，搿辰光书包，土高头个西老一兜，老过了么2年走，那个是经常有这场么子要动。走在咱们从早走到夜，过开之后有个辰光人够人走，搿里走。他先要过海，高头的一样的，听到外头别人讲高头的有5块钱，他先外摆脱一块吸引这个，他正好肚里头饿着。有个人讲正好搿天这里头吃吧嘞，但是呢，吃的是白粥。我小伙人一早是跑着的啦，好在来这里快点到我来吃吧。这个我今朝吃个白粥了，到茶包头讲跟白粥些么能再好没了，反正第二天工作里晓得这里。这场是最多搞就是吃块的，到茶包吃不着，再好没了。我有个辰光就是阿不讲再好没，先讲到茶包吃不着。再讲一点故事应该生来，我子女的知识，这个是你是地拉的费用是现实的，地老拉的更可发现。像这种了，我是。电影的故事，它照样也保留着古代的音。本来个意思，它就是那个刀或者是个尖上的东西插到那个vật体的来破开。
搿字当然我也不晓得是女字还是字 C 啊，C 字配着的啊。当然我搿些经常可以用字里个字，也可以用，也有一套一定的道理的。我有一个谚语叫“女有女路，花有花路，四楼没路，就两过路，二里没路，只条路。”我搿个字，这个是经常有的。搿是故事因搿声类。我有好多人欢喜多说话，你晓得搿说话搿两个字哪里晓得？我为这个事体，我专门在我1987年的辰光，我专门调查了很多人，通过一张发晓，不晓得哪里晓。后来才发现，它是英文，搿说话是那个说汉的。搿个英文的发音，它是音译，这个是在哪里来呢？那个上海高头地些有，所以我搿些经常会讲到搿个说话搿个字，就是的上海高边过来的，它是等于音译，英语的音译，老这个，我抛开到我家里来的之后，我就跟他同学讲个说话，对吧？那么搿说话当然是一种赌博的一种方式。用茶类吧，搿叫说话。那么，我整个一种扑克也叫说话，统称叫说话。搿种情况呢，我是在我日闲话当中其实音译搿些译也是比较多。我搿标准年纪稍微大点的人可能还晓得100个人可能还不晓得的。一个搿些一种叫外省省以前叫斯威特，它是实质上头还是一个音译，就是搿外省省的英语当中呢叫斯威特。学生个叫斯外裤，那么就是用它个西台个度，还指搿个呢，搿个套字它用着裤这个裤，那么像搿种意象，你话当中，它就都是在外来语，都是吸收了这个几套地方的，所以丰富起来，我个日言话就越来越丰富。
观众，欢迎到过多看日夜方言视频。今朝想同大家探讨的是一个古老的词语，它叫典雅。日夜人从日语，尤其是在婚姻嫁娶过程当中，一般都讲究落礼。在落礼过程当中，有一个少不了的仪式，就叫典雅。是婚礼这本书当中讲到，婚礼小大乐彩用雅正有据，用雅为主张，取其循韵雅往来。因为雅是很鸟啊，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，它是落薄天气，它有定时。那么如果是婚配呢，它就也固定了，一只死了这里，另外一只它不再证明。个人认为啊，这个雅的如往不来呢，玄乎阴阳，配偶呢固定有还无利益，所以婚姻当中它是要用雅来作为礼，象征一对男女的阴阳后训，也象征婚姻的忠贞主义。那么这个雅是不是提哪个雅呢？其实不是的，这个雅就是高头一样的情境当中讲。偶一名歌雅，一名虚雅，二月十鸟搿当中有讲到虚雅偶。李俊也讲月养雅，歌养偶。是口讨论雅的呢，先讲雅；是口高头一样的呢，先讲偶。这种音乐的角度来考证。偶个啥古音？现在我们的人搿些手讲跟雅是一样的，一点也不变。所以这个典雅跟雅字，它包了一张偶个啥古音？各位观众，欢迎到过多看日夜方言视频。今朝我讲歌乐舞和口体舞。我这人跟新讲起新舞，总归要讲歌乐舞或者是口体舞。有一次这个公交车那里，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，他当个督察夫，他讲你是电视台讲方言的施老师吧？是个，他一让我讲起老空来的。他讲你晓得这个讲楼外的账吗？我讲我晓得多啊，一定知道啊。楼外那个账嘛，不是到处谁去的意思吗？他讲是个，他讲他这些剧烈学调、新舞，特别强调
他讲的是骨肉骨，了无不分嘛，是吧？那个这种情况呢，应该讲是由来已久的，而不是很多。我就讲日夜医治，我经常发我的日夜医治有基隆本和脚筋本，他讲那个村民，他额外缺席这种医药。你比如讲我一个故事，连基隆本那里，他学的是骨肉骨，连脚筋本那里呢，他学的 PT。那么就是这种讲它是基因，根据因来记的，而且是讲这两个是我的日夜活当中是一个的因。像这种情况，我日夜活当中还有一个王，啥人问王当讲内王。你凡是讲到新的辰光，或者是这个村的辰光，是吧？我是沙文王位，我是讲内王位，是吧？将来就分得开的。徐口港、福冈各地，它分不开，到底是哪一个王？像我所属过给他的这一个村里的一个村，就叫王坡，他是沙文王。但是这个就老遗址那里是那个日夜遗址当中呢，他就说的是讲内王，这些的都是他根据因来定的，说明在古代我的日夜哦，他这个两个字啊，它是因是一样。各位观众，欢迎到过多开日夜方言视频。今朝我先讲楼外这个章。自从搿天子碰到这个我调搿位先生之后呢，我心里就一直在起波澜。到底是这个是楼外？楼外这个章是第外事体，其实是当时的辰光用较大的这种补给也好的工具。这个楼外呢也等小啊，搿叫有分五权一样的。但是包括有一个工农地都是没头走的，叫怪一样的这个设置。那么现场呢，有点像生物，但是这个楼管呢都是侦查方式。楼管特定有类队，把料这个分摸着出来之后，出牢之后，这个料放的哦只有本身要杀出分了。那个补给也好嘛，加挫折之后就在这个的排动一来一开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它费用就杀着我了，它要涨一级，涨过程当中产生震动，那么就这个杀出来的分啊就会杀下来。那么这个两个要涨到的，这个就是涨，必须要有两个涨到，一人一个。这个涨啊，总归倒霉了，总归不到涨的。所以我跟老祖宗买油没给，就讲这个涨，就是谁起榜一样的，相当于我讲，这个是一个方面的事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这个章啊，它很牢固，在哪里个章，
托种个不同，所以又有一个歇后语叫楼外那个章叫8月份，但也有另外一种楼外比较小型的，它对这个本山莴苣呢有一根章托好着，名字叫它多摇就好了。那么这个里头呢，莴苣的一个章，搿可以360度转，这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又有楼外那个章人民八部，搿就有各种的谐音，有各种意思。但是在这几样活到第几步技能之前呢，我是公谋房早是消失者，楼外也在外的事，但是楼外那个章却继续说围绕在我的养活当中。各位观众，欢迎到过多看日夜方言视频。今朝我同到过探讨一下豫，有好多种朋友高头经常问我，这豫剧的豫是哪里说啊？几套地方都是讲话，我日夜我比较特殊。有个辰光呢，我就忙着通过年轻人啊，我就总是发问通过。我讲你晓得有一个专业叫豫古医学法。因为这个专业比较冷僻啊，一般人没这个人能晓得。因为就俺拉中东到讲的，你看苦红内容，苦红内容嘛，还有不少人苦这个。然后你红内容的第一位当中，就缺一个是什么？他家讲，当此人，这是有将以往受让，杀来天恩，何人做得？今以无苦之事，欲古一语之神，拜父兄教育之恩。夫实有贵大之德，以至今日一计无人，不生潦倒之灾，必若一险，以告天王也。那么这当中的一个人就是豫古医学啊，如果讲用通俗点来讲的就呢，就是吃虾个喝辣个。那么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呢，这个意思呢，一般的情况是就有两项。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亲自勾包。肉片当中讲，豫是勾灯，光药讲的豫包药医也。杜甫的《离人吟》当中有这样一句：“西居异域，就为桥，路到屡前，空分人。”类似的个《马古杂俑》当中的篇文章也是很多高头提到，这里头就有一句叫“豫语之长”。这个是这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呢是赐予、给予的意思。光阴讲，予赐予。我们的养活当中的豫剧啊、豫乐啊，实际上就是从这个第一个意思当中衍生出来的。
子弟，经常同学讨论一下诗楼，我日夜生产，也是查出来的一部好菜，屠夫经验也丰富，而且很有好多的药药。但是这个诗楼呢，它武器够重，你去口讲是5000起这个人再花10天。今朝要想讲呢，其实一个是我讲诗楼，别人我讲楼市。那么像这种，我日夜活当中有很多就是这个呢，史书写法讲，100个普通话当中是楼市，我日夜活是诗楼。像个东西啊，像月亮，我日夜人讲亮年；日老，日夜人讲老年；好像我日夜活当中是个写好；识别，我也会讲必死。这种情况呢，是史书写法，这种意见比较多。那我细细的分析一下，我日夜人讲我搿里头好像更好有道理。你就讲个诗楼，他说是楼来嘛，那这个中心词应该就是楼嘛，他说是小营才会叫诗。那么再讲我这个诗楼里人个诗这个诗，它有细小的意思，而小了楼来。它才叫诗楼，大了不叫诗楼的，叫低楼的，是吧？所以像这种批准黑人士，我感觉到来表示细小的楼非常强，比通过讲个楼市要小得要强。再讲这个两鸟，本来这个就是鸟嘛，它的中心词所以应该是鸟嘛，对吧？用两来描述这个鸟。它的特性，讲两鸟，细细的分析啊，同月亮相比较，我日夜更有道理。像这种隐雅生动的诗，我想，在我跟日夜人的老祖宗才会唱下去。各位观众，欢迎到过多看日夜放映视频。今天我同大家探讨一下个意思一个事。意思含义很丰富。首先，它是表示身体受到外部的刺激，感觉到痒。你就讲，天没来先出来拔痒，到处是个么事的，意思啥子？第二种呢，就是天气闷热，或者是潮湿，引起自个感觉不舒服，也叫意思。鱼啊，落在一个头肉里，人啊，意思啥子？第三种，人或者是造成心理的不舒服，同各种人共事，心理总归感觉到意思。第四个意思来形容那些小气、吝啬、坏事发生的人，这个人意思啊，
最好不要动刀工。那么像意思这种啊，这个字到底哪里小？这个字是一个隶米字，属于大运字。大运字它是有两个或者有两个以上的音节连在一带来表达一个意思，学得好是。这个我搿些把你学意思先简单的学好了，不过一定说人以上的那个对方是个事先可以。那么像理学当中各种隶米字第三分，你讲交互必包个两字，拉不他是大概是两字，疙瘩、凹道、骆驼、太海、滑塌、骆驼、河流，这些河流、芝麻河流，这些都是大运字，透过是隶米字，你不要能弄到拆开来。连描写性的隶米字当中，有的辰光可以卡进一个引人适应的事，它可以加强语气，比如讲一的意思，疙里疙瘩，凹里凹道，落里落的，这些是我理解的一个特色，理解我当中特色，意思是故就好，你再好表现的意思。各位观众，欢迎到多看日夜方式。今朝我讲补记本，这补记本个补是到底哪里学啊？我跟老祖宗曾经去过一个寺庙，我日夜认得，那里有一个网名，它叫日夜高墙，它描述的比较完整，一地一文章，一撇到大洋，东高高，西高高，一日在中港。东一丈西一丈，末日吹头上，心多低肉多帮，刮光跳来一根枪，一粒路子后来几家了。据说讲这些是不记录的故事，我不学，我不知道哪里学，地老拉的也没，对吧？是地老的也没，找不到。但我今朝呢要讲的这是一个诗，还是要讲这个诗，我的生活当中包含着古音，而且是啥古音？跟不是。记得一个声母是啥古音当中一个种叫做声母，这个声母当中古代的话有轻声母和做声母的。那个我把是普通话当中已经没了，但是我的生活当中包容了。古代的辰光像这种不啊，这个声母是有的，但是符号的符是这个声母，我把是叫个 F 这个声母。古代嘛，清朝的历史学家。妇女就叫西道西生，他是老早有传承，好像的确一个结论，到过这些深刻的事情。故亲人云 ，F 这种呢就是亲人云。那在我的生活当中，
包了一只砂锅印，加布置个布置，不是复活的复制，那么是一样的，都印不到。普通这个陶呢进货快，我的呀，我讲一点呢，实际上是一直在包了一张古代的这种语音变化比较慢。那么当然，这些有很多室外进来之后呢，有这个逐步变化的。但是就这个布置像各种意象，我很多我今天我接触到了。各位观众，欢迎到多开联防一次地。今朝我呢讲忙，我上一次申请呢讲到这个布置，那个包了一个啥古印。其实再早一个是小的辰光，应该小是马头的胡子，还有一个呢就是麦夫登胡子。这两个是啥古印当中都是多。你比如讲我这样一个包来的东西，你弄这个胡子还带，是吧？不是。那个胡子呢，它一个外衣是一个很硬的，就像带点一个皮瓜，或者是纸，这纸嘛就是裹了，那个皮瓜那个裹盖好的，套得到布的。那么一出来呢，少是这个是有了一个是呢，有注意到别个用法，有少了一个是扩大一个篓子，那裹起来呢，就是比这胡子。普通话跟语音的比喻，但是我的演话当中。照样包了一个啥？我一个中人语，就是一个补一个起那个声，东个中了一样的忙还是这样。可是我有很多辰光，就很多事情，比如讲希望、盼望、名门放着，这个辰光是个放他个什么已经不同于我忙的，他已经变化着的，他是根据普通话的来的。你看忙他来嘛？我忙接到过来的都是忙，这也符合古清人语。我包了一张古代的中人语，很多情况，比如讲门子的门，普通话是门。你忙起来开的，我忙；你忙起来开的，啥忙的？当的那个多女做女个啥忙的忙，当时整个忙啥子的哇？忘记的忙，忙啥子的？他又是记住是故意。那么在这个交际的快道，那么这些都是个很多影响越来越多的。那么这种变化，它外边在外边普通话动画，这种意见呢是正常的。
各位观众，欢迎到宝多看日夜放映视频。今朝我来探讨一条白蜇和幸福的一个保持。白蜇我听是中文用的是生，当伊割些条件好的到去，一只是空调复杂白蜇。那么个白蜇呢，普通话当中我写这个飞。那么这就是我日夜话当中包的一个砂锅音。少数法当中有一个音绳子，写白蜇个白，那是音绳子。我再比较一下白人的白字，通过个声巴字一样，都是这个句子。以前中讲求财复设是你不必，一般情况之下它是真的正确了，因为它这个声巴它不必，而是那个经过几百年互相交流交际之后呢，它才变出来，普通话当中变出来。我日夜话就包的到这个砂锅音。再讲我这些日夜人有很多幸福的，啥必须一个福字啊？有个人也那个讲福利，其实他是我一般都是念宝。比如讲叫保牙，本来是一个福星，而是呢是加好子，或者是叫生辰，本来是他是姓保牙，他这些是姓宝。听到过注意到这个宝，在普通话当中，到我日夜话当中，声门是无有不一样。再讲那个布。那个挂筒子里，那挂掉了绑了布，张子皮的那个大神，他搿头头讲到的，武功地狱者，古容日即怪，功布古容之身，曰容无后继。这个是跟人关系到不？你也不要看到看俯瞰，这些在我的言话当中有共同点，它都是做什么？这些是我日夜话当中包了一个啥？婚姻当中一个特点。各位观众，欢迎到宝多看日夜放映视频。今朝我来同大家讲一讲个称呼，哈父亲，我日夜人哈大大。大大搿两个字拉的小，一直嘛纠结的。根据英语学家考证呢，父亲父字啊，在啥古时代呢，到爸个爸。那么搿个托也符合古亲人员搿个念。那么我的眼人搿些称了，我父亲啊，哈大大，到底要弄老个是呢？其实就是这个爹。这个爹字啊，在中国人讲，它到大，相当于我的眼，我搿是一个大树个大字，属于做神了。它有一个特点，现在黑龙也好功夫，大和大不一样。
但是啊，啥过瘾，它是有学神韵，就相当于我的爷学个大到达个大字，搿是啥过？同我搿写个的爷学相比较，大个大字，它这仅仅是声母是轻声母的，搿种意象叫浊音轻化，搿是普遍的语言意象。当中之后呢，大个大字啊，它是在逐步啊变化为点。其实我的爷东北部个地方有好多这个讲到点啊，凹点，它是就是这个字点字。这个字呢，它是受到北方这个语音的影响。鲁诗当中有一个两寺兴亡大训当中讲到一句净土方言为父为大，这个句一个大字点字啊。我刚才的也是属于丑对无语嘛。现在我这些称父亲为大是以前的丑女，甚至是有浊音轻化意象，但是也属于啥个音。各位观众，欢迎到多看日夜方言视频。今天我来讲字，讲大。其实那个你们这个是这个人嘛，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呢，刚刚是个感兴趣的话，小么事情，没这个目的，都是讲大，对吧？你上海人呢讲不下，讲了从不妨你们讲唠嗑啊。唐大山啊，那个是还有这个八龙名人啊，前头是吧？那么100个都讲是呢，闲谈。这些有个时髦的语叫聊天。你这个是伊拉的，讲大是我的生活当中一个特殊的事。经常要讲的是，讲的语音，它是继续保留着上海音的什么？普通话当中讲啊。我讲的是讲啊，我同普通话不一样。古代这个讲字，它的发起叫过象棋，这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意象。我的生活当中保留着很多，比如讲咋讲的讲，锅里锅，吃锅的锅，家政跟米，家法，国色，国茶，家老，高月皮，这些的当中。在普通话当中，它是在一个介音义的曲音，它就产生了叫恶化意象，比喻完的声母就变了这个。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没有办法。
关顾中，欢迎到过多开日夜方言师弟。我经常讲开，来开，到了的开，给开始。东西那个以前我讲个讲一样，另外日夜我当中呢，同样是一个啥东西？经常去医的，去医个病也很高。你知道题目开不啦？我开多啊？你先去个旅游开不啦？我把你动开好不啦？真有的那个医生等外蛮好过个，你开苦个么啦？这个是到最那边学。我这样人有好多人学车子，你说经常用开是个开来代替。他以为是开始当影子的，其实不是当影子，对吧？我举例分析一下，开和开，它个声调是明显的不同。就是我的呀，我个开始，它保留着固音，上个根本没有机器式，只有咯咯呵咯啊，这个可呵有的。如果我这些有注意啊，你就知道，你慢慢这个卡小语了，个小气。各地的一个挂靠，那个挂靠考试是吧？你考出岗，考试，卡试，卡试，弄个下面来弄比赛回来卡风，卡试。我到后头注意到，这个声母同普通话当中的声母是不一样的。我的言话当中，这些都保留着三个音的声母。开，他同这个开字这个开字一样，今天我给开字再发小成开字。